桃园伫15、16这2天停水，桃园市政府派消防车甲消防人员去帮民众送水。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协会今仔是指控讲，市政府滥用救灾资源，这应该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作，哪会叫消防队来做咧？也毋过桃园市消防局是表示讲，有真侪县市的消防队拢会斗3工。因为要停水，所以他就来这个帮忙水塔这个灌水。演出行动局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协会19到桃园市政府头前开记者会，批评市府将消防车当作送水车，滥用救灾资源，无顾市民公共安全，强烈要求停水期间送水的勤务应该回归自来水公司。如果这个勤务行政协助会严重影响我们本身自身勤务的执行的话，我们也认为应该消防局要勇敢出来拒绝这些勤务。消防员工作团结促进协会表示，消防法3大任务包含预防火灾、抢救灾害、甲紧急救护，送水勤务并无包含在内底。也强调消防员长期尽力报告，每个月工时高达300点钟，还要处理真侪非本业勤务。根据行政定司法规定，机关有权利拒绝。消防局回应，已经尽可能考虑降低动用救灾能量，包括车辆的部分是用第2备用的这个水车那人力的部分也是以在勤的动员1个人，那另外搭配一个义消协勤。消防局表示，为民服务送水毋是消防的3大任务，毋过考虑予市民生活品质有保障，各县市拢有咧执行，建议中央进行整体检讨。另外，针对15、16大停水，市府也要求自来水公司自主调派供水车提供市民基本民生用水，跨出第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